Ina, mandiy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 Ina，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哭的主语要怎么说， Amaw. 就是指这个流眼泪，不是傻 amaw。不一样。哭这个动作，gamaw啊，你真的有眼泪有滴下来哦，lucid。不是傻。哪个比较严重？就都一样啊。哭的话，大家都会掉眼泪。好的。那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的？为了什么事了？我在笑的时候哭。对。笑到哭要怎么形容？就没有不知道高，不知道路上这样。哦。就没有不路上，不是哭是流眼泪，不路上这样。笑是要出声音，梦见就是声音要出来，不路上那间没有声音，就是流眼泪，流眼泪。老板有。不是只有一次啊，路上啊。所以可是我们现在的主题是傲嘛。对。对。所以通常我们用 gamaw 这个词的时候比较悲伤吗？对，你说呢？最近大是蛮办丧事这样是蛮那么怎么在，因为多半都是在哭，就忙一阵，舍不得，所以更忙一阵是阿妈这种。还有在讲笑话，那把不这里这，你说真的除了不真，你说真的就这真是不知道路上一阵的那说路上还真多是吧？可是刚才讲到办丧事的话，我想到一个是说，是不是排湾族有一个特色，还是一个哭，他说那个哭调，对，有，对他那个不一样。以前我很爱学，因为他请现场示范，带来一个5秒的示范。等一下，他酝酿一下，有点示范。忘记了。我真的说什么那么怎么在因为个忙一阵，然后在家工不怎么累的。Azano alam mo ni chumali na chakaong no je cinta semana macam macam mali na chakaong pe. 这帮丧事的时候的哭，sakto cha varong pasunta chaka kanu cha abano cha shikaong， 在外岸acawan这样。那个，我好奇是说他哭的是什么？他的那个台词，对，不是台词，他是思念吗？那么的说在声音里嘛，就我们就有对阿龙示范多少。没有啦，可能是如果用中文，你明明比我小，为什么比我先走？不好意思，我不该笑，但是用中文解释可能那个词义吧，是吗？也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词义的，可是他就是看到把这里现在走一岁的，因为把起了讲一起了，也给维护，他就讲名词啊。Raman, sa bulong sunri, Januan, ako mataiso na sa， 就开始了。他就是在流眼泪，不是说sakti嘛，就是给维护。sa naman malang no, pasunta naman tayo ta sa kusin， 他就在讲naman， 哎呀妈，sunna wala。就是讲了他死掉的那个，你给我不记得了。就讲了他死掉的那个，他的女儿还是他的什么人？想念、思念。还有的人都会忙，就是一方面在讲话，他的讲话的声音有一种很温柔啦，很温柔是yang asunda wala ako may tutusun sa bakso ni acawan mudang aswala mudang asu suka ka no may tutusun na 这样是方面就在流眼泪，方面都是这个就是老人家的那种，然后就开始哭了这样。那个调是一样的吗？是
不一样。那这个是一个按每个人自己的心情去改变，对，去改变他们的。那也太难了。哭腔这样子，那些有的人先讲，要很冷静哎，要哭可是要很冷静，又要在曲子里，对，啊，有的人也是蛮难的。有的人又要毛泛泪，对啊，嘎吱嘎吱那毛，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哭得很大声，那么的这是什么原因？是舍不得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都有吧，就是很复杂的情绪。可是哭得特别的大声，最让我的那种那个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状况那么的。所以这个歌不好学呢，不好学。它是可以学的吗？我不知道，我有看过，但每次哭都不一样。小的时候看过，我们在那边，我们现在的。应该是说会的老人家也不多了啦。有一次我看过的是棺木，不是在那个冰柜上面，他已经有一个巫在哭了嘛，因为那个走的巫比他年轻，对，然后他已经在那边哭，然后已经很难过，连我们旁边听不懂，可是就觉得好难过呀。然后旁边坐着的那些巫也在哭然后他们就。很合，也不是说他们在合唱，就是他们各自哭各自的。可是你，那个意外的很环绕音响很好听啊，不好形容。反正就是很好听，在解释。对，真的有的是这样呢，真的哭的时候，讲你不是说随便乱哭这样，那个猫好像多啊。这个还蛮深奥的，真的。好，我们换一个心情好了，一半已经要泛泪了，哭。那你被打的时候，小时候被打的时候，那一种哭呢？哭得很大声，怎么形容？跟猫啊拉巴子。猫啊拉巴。嘎喳呜。对，巴西猫啊拉巴子。是巴西嘎喳，就是哭得很大声。巴西嘎喳的是那个猫，就是这样。因为好像是要让你的左右邻居听到你的哭声，知道你被打了这样子。对，你洗了口，这个怎么讲？你是在哭哦？以前的自己小时候都会弄讲我念那大，所以有时候美容院很忙，那是我弟家，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弄，我要怎么就要过来弄怎么就。他就大时代的故事是怎么哭嘛？这样，然后我妈妈就拜你，按摩耳毛什么打这样，你看，你要在念我的呜呜，对你不要再打我的呜呜，不要念我的呜呜的声音，因为很爱哭，真是。所以那是你的绝招。对，又照呜呜会来。小时候就比较乖了，比较独立性。所以他那个哭，他刚问的那个哭就很大声的哭。那个叫哭喊，很尖，对，很尖，很尖，对，很尖锐，对，很尖锐的，跟我讲真心话，尖锐的笑声。我们说是哭声，不是嘎喳梦，就是嘎喳。他不是说这一哭是故意的，不让大家呜这样。哭天抢地，故意的哭啦。鬼哭神嚎，一定要用成语。然后什么？刚才问的说，为什么你在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关心人家说？Aku mau kamu so lau kali lau raba 这样。因为什么事？masuk si kau对，为什么事？那五百数。撒个猫，撒个猫，太现实，没有钱就哭。我们在讲的那个主题，那是些高了。高就是说整个哭的意思嘛。对，那种啜泣的呢，哭一点点那种，哭一点点这种的，哭一点，小哭，格里对，马斯格里亚个猫。那个哭小声一点啦的感觉，可以吗？可以这样吗？是怕被人家听到他在。对他可能比较倔强，所以那个
就是不要让人家听到的意思。对巴西哥这样子，巴西哥这样梦这样，你就要讲那样子。这样的，巴西哥哟，如果有人在哭中，巴西哥可以哦，对，好什么？所以也可以写起来哦，也可以，巴西哥哭的样子哦，那你刚刚跟巴西嘎查相反嘛，对，相反的。哭的样子。因为他讲话就是巴西哥嘛。如果问他说我们如果讲说熟悉高昂是指他的哭声还是他的哭的样子啊？他熟悉高昂这样。对，你哭的样子怎么？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你吃东西的你的吃相不好看，我们说对啊，都熟悉高昂。啊，你们熟悉高昂这意思吗？啊，你们熟悉高昂这。你的哭相很丑，这样。对，有的人哭得很美，像明星他们哭得很美，很帅嘛。对啊，有的人哭得真的太丑真的了。很丑，说这不要再哭了，是乌龙啊，但是绿毛是什么样毛？那个样子啦。是不是乌龙啊？熟悉高昂什么样毛？那就是啊，或是乌龙啊，树木丁啊，努个猫这样。哦，也可以呢，也可以放在。你的脸不好看，当你哭的时候，好伤人哦，他就哭了。他以后可能不会但是哭了。我那个那个毛笋子，他不敢哭了，你们在对他。是这样啊，但是我那个那个毛笋，然后你又说，这个我是个人哟，对对，有越来越会运用了，我是个人哟，我们在进步了。是乌鲁苏，是乌龙树高哎，苏高，哭得很丑，哭小声一点。有啦吼有，很坏的朋友，只能坚强了。对，我只能勇敢。难怪人家说原住民很乐观。对，不会有哭啦。我也是乌龙啊，说讲没有梦中，还是刚刚那个是什么？他这样子讲，真的是很残忍的。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说的那个伊努里是外来语嘛，祷告的意思。伊努里也有。可是如果我们要用那个排湾族语讲说伊高是不是可以？那个叫哭求。伊高的字嘛，就是呼求我们的神，就是。然后有的巴刷林就是也是一样，都是就是呼求我们的神。巴刷林是什么？但是跟如果录毛的嘛，它不是很大声，因为它是一个呼求神的一种感动的呼求，不是，所以它也不能算是祷告的意思，还是有差。伊高应该是比较很内心的那种呼求，哭诉了，就是我的可能我的哭诉吧。我想告诉上帝，爱抓无一高，是我的哭诉，我想告诉你。那是一种呼求了，那我们就是呼求神这样。还有，通常都是这样嘛，呼求。我们解释都是这样的，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对，都是呼求。那它还可以怎么变化了？高吗？对啊，听起来。巴西高。可以用巴吗？巴一高不是，那是一样的意思吗？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只是，可是我们没有讲那个白高是什么？还没有，感觉很顺呢。我们可以说把高我。把高我那件就是把他弄哭。弄哭不是叫他去哭不是，把他弄哭叫他哭，就是把高就是。就像你要弄哭一个人，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方式去把他弄哭啊。小婴儿叫鲁妈妈的，所以可以说把公的鲁妈妈。对，把公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我们没有那种知识。我想到一个例子比较正常的，就是刚出生的小 baby 的时候，哭声，医生护士他们会故意真的给他弄哭，要确定他有那个呼吸嘛，心脏有什么比起，所以一定要先让他立起来这样。对啊，可以不用立起来了，时代进步了。有啊，以前自己就是这样子被打。我就看那个医师讲说，
你干嘛弄那样？他都没有哭，这样是他就对，这个例子好了哈因为他。就是没有哭。可以。啊，那用这个句子好了，你干嘛弄哭我的孩子？对用这个句子。sa kusupakaw na wala。阿古是八杠五。我就说你干嘛弄哭我的孩子？说因为他出来没有哭，准确是在挡着。所以阿古说八杠那完了，就是这个句子。又学到了。哦，殊不知那是你人生最亲的一次。就是刚出生的，向来一相康。你打广告，可以。对，来一相康。如果想要索取的民众，对，可以到哪里？请找那个王志凯。凯凯他是自然生，一出来就咕咚大声就，什么就是，而且越大越懂事。已经很期待来这个世上了。你说那个不高高，不高公，你刚刚说什么？两个高高，高高就是路高高哦，又学到了。就是这个是小孩子一生出来就一直哭，就是路高高了，就是这样。就是变成到孩子。路高高，就是比如说你就路高是哪那个就是路高就是路高高就是指那个小孩子爱哭。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有的人会哭腔，这个怎么样？要怎么形容那种？什么是哪一件的哇？那么大家都是冷在山上的时候，有啊，什么是那不是拉高高，就是这样。巴吉拉高高，巴吉拉高高这样，就是一面哭，一面唱歌一面哭，就是巴吉拉高高什么奶，就是巴吉拉高高什么奶，唱到哭哦。对，有的人就老人家。可是那个他自己唱到哭哦。对。如果因为他是想到以前的。如果是这样呢？你唱的怎么像在哭？我什么来说呢？蒙孙，那个蒙孙，一样啊，就是跟前面的一样，蒙孙了，弄什么来说那个蒙孙，是唱的太感动吧？他应该是这样子吧，因为感动他以前他以前的事情吧，那这点嘛就他是这样，他就唱着就哭了，什么那点嘛就嘛真的是。高那像布鲁斯鲁萨就然后他的眼泪是不是就变成？应该用形容说，也可以形容说，就变成一个神话故事。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这样路上。就是一方面在做事，一方面在那边唱歌有眼泪这样，像那种共是有声音的，流眼泪就不一样了。那我好奇的是说，被他唱哭了，我们是听众的时候那种，你唱到我想哭了，是这样吗？对，你唱到我要哭了，你唱到我已经哭了，对哦，就不知道你是听到人家在唱？对，我听到他唱，我觉得我的妈的，但是那个是布鲁斯卡，应该用布鲁斯还是布鲁斯卡是啊？你哭的时候，人家听到所以真哭，也太哭了，然后就被打，把小六，我的妈的，但是那布鲁斯卡就是你唱到我流泪了，对，对，是爱唱到哭的话就是有声音的，我们也会说这样啊，不是吗？这个哭啊，好生动哦。对啊，可惜我们没有画面。对啊，还有什么可以用？有石膏吗？乱批一个用猜的，那是喜奥，喜膏没有讲啊，是喜奥呢。有没有那种哭过？已经哭过了。对，你怎么像哭过这样子的样子？Aku matusun anak mau， 还是很mau。你在这里看到他好像有哭了，
我在那个忙啊，是那么这样。啊，对，你哭多久了？我那从上礼拜一到现在吗？那个忙是我也可以讲这样，我也看起来像有哭噻。那个忙是我也这样，因为我就记得妈在他有一种眼泪的那种伤心呢，是正在哭，都冇讲，就正在已经哭过了叫。那个忙啊是。还有时候我们会说，你也哭太久了吧？一个小事情这样子，这样啊，这样。啊，昨晚是那个冇讲的这样。昨晚是那个冇讲的。还是很冒。这哭很久。它比较少那个可以有变化的，对不对？比较少。他属于那最多就是有时候就问跟他讲说，他属于那最那个忙，就是这样。都你哭那么久干嘛的意思就？跟我一样。你属于那最那个忙这样。你为什么拽很久？你那拽那是说高就哦，你那拽，你那拽，怎么那么久？对，你那拽那是高。我一直在看，但是说很久啊，高昂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在那边你的朋友就在那边就摔倒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你就是吸高，是这样，所以你要，你不要有那种状况出现，就是说吸高，那真的不能说是已经好像是为了某件事情去哭这样，一共就是跟人家求，你要跟人家求的意思了。这嘛就是我有什么事情要一讲要拜托要拜托，所以一讲这嘛。像那个啦，查查班替谁掌声嘛？查查班替布莱瑞安讲替布莱瑞安掌声嘛，所以高安替布莱瑞安就是替布莱瑞安哭，不好吧？对呀，不好，对，不好啊，不好。高安替嘛就那个也是很少有这个。会用到啦，很少用到。对啊，我们用的时候平常可以。那它真的没有什么变化了哦。对啊，我们都讨论的有。很硬的一个词。对，也尽量少用到了。如果你对这个词很陌生的时候，表示我们以后就用 loser 就好了。对 ，blueser， 来 blueser， 但是梦也有它的简介。梦也有他的说法，对不对？就刚刚我们说的，妈属西杠，对啊，妈属西杠，就像有人这样在办丧事的时候，一进来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们其实也可以有别的哭法，不一定场合一定要在告别式还是就一直哭，可能是跌倒啊，或者一直哭，这个也是一个笑话了。他就一直在哭，就扮上是一个笑话。好，请补充。这个一直在哭的嘛，就嘛弄，他哭很久，这样对不对？干嘛弄？他一这样就他一个人在哭了嘛，然后再起来的时候说。对嘛，这些搞啊，对嘛？他不知道那为谁？对，他一来就一直在哭嘛，因为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的。然后他都没有，他没有开眼睛，他就是像老人家那样子哭，腔就一直来，然后就是一直擦眼泪，然后而且哭得很大声嘞，他从马路那边到厨房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拉巴什么坐在那里说，萨卡迪玛那。你妈这些搞对，到底是谁走了？然后有人说，你哭那么久了，也不知道是谁这样子。就像你看词已经出来就，但昨晚是那个毛高人，你那是都对妈这些搞的，这个都会有一些太离谱了吧？真的哭很久啊，怎么不知道他在哭是谁。你没有这样的，不是个六，太没有了。所以杠不是只有梦才会那个一杠，就是跟人家要求什么的也是。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是高杠，一杠也可以吧？要一杠，个猫，是高俺，然后那个路高杠。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今天的节目到这边，那么这里一见那么怎么样呢？